講返其實係有啲羞愧嘅。話說10幾年前，我細個嗰陣，曾經有一位朋友揾我傾訴，咁我梗係好想幫到佢啦。咁我聽完佢嘅情況，即刻傳開自己所有嘅知識同分析，將最深嘅理解同埋洞察都通通傾落雙手。當時佢都好被我感染到，聽到點晒頭。我以為好順利，好幫到佢穿透個問題。但係幾日之後，我就收到佢 message。佢大概意思係，雖然我講嘢好有感染力，但係當佢沉澱落嚟，佢發現自己真正嘅問題原封不動，冇被觸碰過。呢個巨大嘅落差，簡直係打咗我一巴，以至於我到而家都仲記得呢件事。唔知大家有冇相似嘅經歷呢？我覺得呢件係一件好可惜嘅事嚟。我哋好想幫助到我哋身邊嘅朋友，先至會用心用時間去陪伴對方。但係因為缺乏咗真正走入其他人內心世界嘅意識同技能，最後大家所有嘅努力都再一次變成無效溝通，最終只能夠企喺自己嘅世界入面自說自話，甚至自我滿足，冇幫到對方。呢個絕對唔係我哋想要見到嘅結果嚟。當我哋急於回應，就輕視咗聆聽。MVC 提醒我哋，聆聽，真正嘅聆聽係一個能夠支持對方充分展開自己內心世界嘅一個安全空間。聆聽真正嘅工作係陪伴對方走入內心深處，清楚睇到嗰嚿屬於自己嘅真正嘅痛苦。而只有首先觸及呢一個真正嘅核心，先至有所謂真正有效嘅回應。呢個係一個極度深刻，同時極度脆弱嘅過程。只要有一丁點、一粒細沙咁樣嘅外來雜質，比如話外來嘅評論或者懷疑，呢種建基於絕對安全嘅特殊聯繫就會即時關閉。所以我哋學習 MVC 其實係學習緊一套非常精細同時非常必要嘅技能，幫助我哋實現人與人之間真正有效嘅連接。喺呢個 workshop 入邊，我會逐一講解10種最常見嘅回應方式，有咩作用同問題。唔單止分析、俾意見，原來安慰、附和、正向、分享都一樣，唔係幫緊我哋連接對方。然後我會逐步講解同埋示範，帶大家1對1練習。體驗 MVC 同你聆聽，點樣引導呢個真正嘅聆聽得以發生，令到我哋有機會真正走入另外一個人嘅主觀世界。到時見。